快啲同我去考龍騎士。唔係嘅話，喂，限量版嚟嘅喂！點解個個都要考龍騎士嘅？呢個問題問得非常好。喺好耐之前，呢個世界曾經遭受魔物嘅入侵，勇者為咗人類發起反擊，喺月之塔同巨龍展開殊死搏鬥。戰鬥之中，勇者同巨龍相互賞識，訂立咗契約，成為咗龍騎士。冇錯，呢個就係一個講述龍騎住人嘅故事《龍騎士》。唔係啊嘛！等我變身先。我覺得呢個人相當有嫌疑。即刻轉身成個3分波啊！有5隻字就得啦。雞蛋6隻，糖咧2茶匙，仲有啲橙皮添。電視節目有好多種，不過唔係個個節目都啱小朋友自己收睇，俾多啲指導佢哋一齊分享睇電視嘅樂趣。